这是点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司政边巴次人访问英国和德国，外交与新闻部长诺增庄玛访问德国，达赖喇嘛尊者90华诞庆祝活动在美国国会隆重举行。驻布鲁塞尔代表在巴黎出席第24届西藏文化节。最新报告揭示，中国对西藏政治犯实施酷刑案例。神圣的西藏艺术巡演在拉丁美洲各国展开。驻北美办事处藏人联络官在纽约出席多项活动。驻日本办事处庆祝国际瑜伽日。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人于本周二6月24号，在圆满结束对英国的访问后，开启了对德国的访问与会晤行程。在德国，司政会见了长期支持西藏的德国联邦议员迈克尔·布兰德，并与德国联邦外交部的高级官员进行了深入交流。此外，他还接受了多家德国主流媒体的专访，进一步扩大了西藏在国际舆论场的声音与影响力。此前，在英国，司政于上周六6月21号抵达伦敦，并与英国议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展开深入交流，推动英国政府在国际社会支持西藏事务的立场上发挥更积极作用。特别敦促英国政府发表官方声明，承认达赖喇嘛尊者在转世问题上的唯一合法权威。司政还与伦敦政经学院的藏人青年举行座谈，并出席了伦敦周末藏语与文化学校的年度庆典活动。另外，英国的古尔德爵士家属与邦汉斯拍卖行亚洲事务主管加尔斯·培皮亚特于本周一6月23号联合向司政移交了2份珍贵的历史文献。这些文献原属曾任英国驻西京政治官古尔德爵士，现将移交给西藏博物馆收藏，象征着历史的延续与文化的回归。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诺增庄玛也于本周在德国展开了一系列的访问。本周一6月23号傍晚，诺增庄玛部长与印度喜马偕尔邦首席部长的顾问戈库尔·布泰尔以及脑脉基金会的代表共同出席在汉堡市政厅举行的第11届印度州之参议院招待会。期间，诺增庄玛部长与汉堡市议会议长、德国驻印度大使及来自各界的贵宾会面。本周四，诺增庄玛部长应邀出席了德国弗里德里希脑脉基金会主办的专题讨论会，并以西藏未来的领导、达赖喇嘛转世问题的思考为题发表了演讲。此外，他还与来自南亚的代表团成员一道前往德国石河州基尔地区的西奥多军营进行参观，期间与该军营指挥官米夏埃尔卡斯梅尔上校和德国海军总司令法兰克进行了交流。随后，部长同代表团访问石河州议会，了解联邦制度下的议会职能，并在基尔市工商业联合会参观了该机构的运作机制。代表团还参观了位于魁克伯恩市的泥炭铁道基地，并会见了魁克伯恩市市长托马斯·贝克曼与市议会主席、州议会副议长安娜·贝克克雷默。另外，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国际深远西藏运动及首都地区藏人协会于本周三6月25号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办公大楼举行了一场特别活动，提前庆祝达赖喇嘛尊者90岁华诞，并与西藏游说日同步进行。多名美国国会议员出席，包括众议员麦考尔、前议长南希佩洛西、吉姆·麦戈文议员、
他们在致辞时谴责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的压制政策，并赞扬达赖喇嘛尊者坚持和平对话，弘扬慈悲精神。议员们还宣布推动将7月6号定为慈悲日，以此庆祝达赖喇嘛尊者90岁华诞，并声援西藏人民。此外，好莱坞著名影星理查德·基尔和国会议员乔·威尔逊通过视频表达了祝福。活动还包括藏人青年的合唱表演，以及达赖喇嘛尊者早年在华盛顿讲话的片段回顾。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代表郎杰曲珠对国会议员们长期支持西藏自由事业表示深切感谢，强调此次庆祝不仅是祝寿，更是对达赖喇嘛尊者和平理念的致敬。另外，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代表仁增曲真更康与驻巴黎协调员突登次仁于上周末6月22号出席了在巴黎举行的第24届西藏文化节。今年文化节的主题为保护藏语，庆祝达赖喇嘛尊者90岁华诞，吸引了来自欧洲及喜马拉雅地区的艺术家、学者及访客参与。文化节活动形式多样，包括诗歌朗诵、传统故事讲述、教育讲座、藏文书法工作坊和文艺表演，全面展示了西藏语言与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此同时，由印度南部哲蚌洛塞林寺僧众组成的神秘的西藏艺术代表团，于6月14号开始在拉丁美洲各国展开巡演。此项特别活动为达赖喇嘛尊者90岁华诞暨慈悲年的组成部分。这场巡演活动不仅是一场文化艺术的盛宴，更传递了西藏所倡导的和平、慈悲与内在修行理念。巡演行程覆盖巴西13座城市，以及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等6个国家。僧众们现场制作了13幅精美的彩砂坛城，开设藏传佛教学堂，弘扬达赖喇嘛尊者4大人生使命。与此同时，在本周四6月26号，联合国支持酷刑受害者国际日当天，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人权事务处发布最新报告，揭露中国政府对西藏政治犯持续实施酷刑的残酷现实。报告题为《西藏政治犯酷刑致死案例》，记录多名藏人仅因坚持民族身份、宗教信仰和母语权利，遭受中国政府毒打、医疗剥夺、监禁虐待，甚至在狱中或出狱不久死亡的案例。报告通过分类方式呈现受害者的真实故事，包括被打致死、得病身亡、出狱后死亡与证据抹除等问题。报告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违反禁止酷刑公约的行为，并追究相关官员和个人侵犯人权的责任。另外，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藏人联络官贡嘎扎西于近日在纽约参加了多项活动。贡嘎扎西分别出席了洛瑟克策林周末藏语学校成立29周年庆典、丹朗基金会文化学校第4届年会和庆祝达赖喇嘛尊者90华诞的特别庆祝晚宴，并出席第17世大宝法王噶玛巴乌坚赤烈多杰40岁华诞庆祝活动。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办事处于上周六6月21号举办国际瑜伽日线上庆祝活动。来自美国加州的觉生佛学院的恰普忍波切主持了活动。驻日本代表茨汪加布阿若亚博士在活动上致辞时，简要介绍了修炼瑜伽的重要性，尤其强调西藏瑜伽在促进身心健康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